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今日的节目要先带大家到转去风采过后嘅台东太麻里乡香兰村，还去到高雄六龟了解姜老还个林业的历史。7月初8日，强烈风采200天对台东太麻里登陆，17级的强阵风超过当天的8年纪录，喺香兰村造成严重嘅灾情。落火防火嘅屋挡呢，半风吹坏嘅。稍加农药业被打到里里来来，慈善团体讲爱团大家来听重建，台东县政府也讲安尼规划啊，希望提强盛，以为村民望能重建呢，农村会有个好的发展。不过重建方案牵涉到复杂的土地问题，大厦被压败，还系无上，改修长屋嘅为主的。是讲安尼也2兆人也过去的哟，改到乡亲嘅屋挡还系抢用布棚建论呢。村民一听到风采又要来嘅，也想要落雨嘅，都心寒胆准。尤其9月14日，强烈风采莫兰地对南台湾东南铺来，香兰村又有20兆位所淹水。屋嘅爱长也内爱整理，生活团经济嘅重建还有几多挑战。台龙大凶案，首长及公车垂进动人家，慢流高架莫兰地风采大类嘅超台好热，推动回旋中头，受到回水道管嘅威胁，村民投入水门落高。我们会抽1-2个小时来观察一次，如果有那个力竭危险，我可能就是请他们测试，因为现在是满潮的时间，也是很怕说海水倒灌。莫兰地风采首先太麻里香兰村有介素材有淹水在前，还那上摆嘅200天风采是大类8年强风，老虎当热烟体，2兆人眼泪，就应该不过冬季还忙涨好。莫讲这趟的风采而来出心寒胆准，平常时虽是快时咚咚跌跌，出莫按莫落，小便嘞。哥啊，这里都水桶，这里水桶，这里水桶。地上这整个都是水桶，水就从这里一直下一直下。200天风采老虎当度热烟体，个不将线入所高不欠人，农文落太水，幅度咚咚跌跌。民间团体共为去停重建，让政府也当什么停大厦，前后盘内300人民费。它是一个可以做活动，各项活动，还有农产品啊，或者文创产品啊，客家文化产品啊，在这个地方可以贩卖展售。现在的想象大概是长这个样子。那这个是双并的，都是2间，一栋安尼来对2户啦。香兰村单单都系私人嘅土地，也有掉入违建嘅问题，让政府希望大帮重建，提示也做得重新清查整理过。我一直告诉他们，你们如果现在是原地原样要重建，目前法令是许可的，因为那是早期新建的。可是你们如果等到未来，你要重新盖房子，对不起，你没有面临建筑线，你会发生问题，以后可能不能盖。其实当初它的重建案很好，是你有规划出适当的道路，它其实会活络土地的价值。它是说把所有的地级都合并起来之后，再开始重新分割每个人所拥有的区块。他当初他那时候应该预计是大概是说每个人的土地大概100坪去减掉30坪去作为公社的部分。重建过后嘅副歌有14、28、34片3種體制，照顧下有幾多年來本，村民認為唔合乎市區，同時韓國人用出土地來打台路來做公共設施，當到村民都知道有問題。我哋農家銀行先到農機啦，跟住資財方面嘅跟住先到東西，所以我通過接收也防護嘅坪數啦。当然有这个中心做一个大家可以共事的地方，就活动的地方是非常好。只是我的想法是不是它可以变成一个多元中心，不要浪费我们的土地去分散了其他面积的土地来做这些公共设施。大廈嘅夾擺，重劃方案都冇共商，民間團體貴容易停漲嘅方式來推。其上其下，只顧冇限老村民掌握黨。哇，干那像戰樓咁款，天災地變啊！未啦，阮甘愿做番薯手啊，有當時啊，就做較暗一次啊，就月亮當做太陽啊，落雨的時就雨水當成沖涼啊，
旧的瓦大部分都已经有损害或塌陷了嘛，所以会把旧的瓦先拆除，然后拆除之后，如果需要补强那个 C 型钢的部分，那我们会评估，然后做补强。新港强壮系加贵负担，那以后再高一界强烈风采受过类目。其实有住户就讲安尼，天安尼种无亲安心啦，讲佢家讲安尼。可是讲啊，人家亲安心，人家家己天数搁加强啊，就记得上摆就有讲过的，就讲伊就希望去永久屋，安全的帮该村民待。可是村民的意思就唔是冇像安尼，就冇法度啊。大部分损坏都是它封边的地方先破坏嘛，然后屋顶才跟着掀起来。所以我们这一次的维修，我们会比较注意封边的细节。它可能涉及到这个施工或者是长期使用完以后的品管，好，那或者是维护的问题了哈。那这些如果没有把它串联好，现在施工完成了以后，还是要接受下一波的检验了哈。慈善团体还去谈重建，让政府动促建谈大合，只系方案变了变，政策唔清楚，为公道村民大家都做强弱嘅想法冇完改，一起等到再系运2张嘢，暂确定重建唔上嚟，用长出好。唔过就嘅村民走出冇耐心等咧，自家中签千亿来政府为管家老生活嘅环境整理好，就每日躺下到落水出心寒当准。一届开会一届开会拢不一样啊！一直拖落，我是要安怎？我嘛无法度大去啊！快点用了，我们自己借钱自己用了。本单就该村民梦内为重建，因为向来就会按用为入新嘅容额，天中下就为入新意象。不过冇上啲前6位始終睇本單容額嘅政府方案嘅停了後，從冇發展嘅機會係冇咯。农村里面它还是有一些建地，有丙建、乙建、甲建这种的地目在。以前都只是说长花路一当行，然后可以过就好了。但是这样会影响以后，比如说像救灾，这个也是会影响到。还有一些农村发展，你土地你没有做出适当的规划，大家可能都往都会去移动了。裏面是認為是為見來見到空屋，天中行動依家見來見到土地冇跌動嘅規劃掠到，都限制了農村嘅發展。因為現在只有做一個都市計劃區的部分嘛，非都地區它就沒有在做這個區域規劃的整合的部分，所以可能之後可能內政部它可能還要再針對這部分去作為，不然它現在縣府也是說啊，你現在沒有畫出建築線的話，它還是不會核發你建造實照。這樣的部分其實它也只是在一直老舊房屋，還是一直在維持、在增加違建的部分。在會期間已經發生，為地理好多條個乜嘅經驗，來提升南海風災救災機制和國代在會長途無諾。香南應該開始要努力去思考，怎麼樣有一個社區自我的組織，來強化自己本身社區自己在面對環境變遷的時候，如果有各種災害來臨的時候，怎麼樣去應對？因為沒有人比這些在地者更了解他們周邊的環境。建築師還有這些建築商人，我已經跟他們提了，一個是景觀你要考慮，一個安全要考慮，否則你這個建案不會那麼容易通過。但強富嘅快體，主要嘅產業、復國、牛雜也大快體叫上客家。村民一方面為解決大嘅問題，另一方面也認為之下冇前院內路動煩惱。15月2號，我將來請國棟造嘅、國棟造吧嘅屍體咧，都來建來個基。正檢查一甲東嘅鐵仲嚟自前頭復國，本風菜大體為一半，不過其實正經嘅損害就幾多，還冇得啲。
你看到绿绿的，不代表它就是火了。无见乾坤嗰邊咩，還有走體地啊，慢慢的後尾起陣走啊，佢嘅劍鋪啊，安尼繞來繞去啊，差唔多又會暗發哦，安佢也冇事哦，安尼都真危險嘅。副高主東望日頭，西望日頭，然而會做到從頭個彎腰，比貴人中國還要太細。因為冇用啊，了尾弄落去都完全都3年4年就冇事嘅，所以一邊講了留下來嘅500人從就會較矮拿來做。鄭金山講，中副高為當到股，冇眼到樹腳，南擺成為內中配合，每中副高嚟。不過其實早除咗當到農民，將從直接貴人為主，副高產業會恢復，提摩為5、6年。牛入千幾也當慘，在後200年，冇吹條河風應嘅，是做啲4世紀上草大怒。張日石是分時間牛入人，拳打搶搶係搶怪獸，供應類錢，出事嚟19萬。無上去種葉嘅，上去種香瓜小黃瓜呢。做馬梅種葉嚟咧。好，聽多講嘅啦。哈那沙西新聞稿，農民講根本冇吹條河種多轉移。我1分地差唔多50萬、60萬就用，成本太高了啦。你要3年無息貸款。3年無息貸款，幾時講價個價唔多啦？人家講做啲價動多一下就沒去落啦。其實咱價都會做咩唔起，唔做咩唔起安尼啦。咩啊唔啲價就會做乜解乜咩唔啲啦。政府本擔心鼓勵農民種牛入，所以提出降低轉作計劃，即貢獻補助10萬，10年內總得高種牛入。短期作物，你講補1分地萬一橋，乜解攏唔是搭就安尼種做得啦。不行，不好玩啊！现在这个准备要装移步啦，装移步吼，比较叶子比较不会发生一些病虫害，但是很麻烦的，工程很多。它这样子什么时候可以采收？这个啊，算3、5个月吧，因为它刚很多啊。那這篇農民冇限老實師傅驗轉移，然而冇全大塊體嘅，強壯百年冇好舒適。暫時現本單是係種牛雜對後置風險，佢講種嚟30幾年唔是安利會，佢有時分題大到搭，是表面挑戰嘅分題，還有機會好救。當開始吼，種先救胖嘅啦，因為風采天吼，要講講會不會風采天然來，講規方都搭都報銷嘅。啊，拼命救咧，救永遠心裡咧胖誒。啊，救好以後，才會樣救吼，啊，才會都快槍槍誒。在後10年，印尼市內採訪，農民冇限流白下來嘅水管，日記留嘅斷閘來，流牛入日頭個產到轉移，唔過兩下還係冇頭。兩下半單係牛雜提出嘅時期，10到15件除咗豪宅，除咗前後落台，兩下全冇嚟。從台風到現在都沒收過半毛錢啊，沒辦法收啊，這個，還在小孩子。啊，一直丟錢？人家開了20幾萬了，一直投資啊。我這個呢還能救起來，還算不錯，很努力的救啊。要不然的話，連就沒有了。農民成為貴客表態又唔盤的，就為眼前儲存也鋪嚟。快樂的做啦，做好一天就有一天的希望。做好就有抱着希望，要不然的話，那希望不知道在哪裡，不知道。因為要做啦。所以你可能去講起來哦，就信心都會有啊。會不會講啦？那唔會講嘛，會講啊。天做事冇面地的，說齊嚟嘅唔好，還係會困下佢掉嘅，可能喵變啊，也從看到你重生嘅機會。今日
年初8，尼泊提风采收过后，当局工资业已到推动，但政府也第一礼拜过后，公司终于经恢复救伤，分让下来了。不过，掠到相对来讲，合纵下合配嗰個祭器，當然冚唪唥是未春差，不過冚唪全長好，三入韓國3年來重建。風采來之敗，吹出嚟土地威脅無處宣強，救災機制資源分配嚟到眼到問題，嚟到問題當中，其實排除咗當到唔係民眾自家嘅嘅嚟得嚟。